列治文一間超市今日舉行活動，推廣嚟自台灣一種名為椪柑嘅生果，並有嚟自產地台中嘅政府代表到場。由台灣台中市政府農業局同台中市東勢區農會舉辦嘅椪柑推廣行銷活動，今朝喺列治文一間連鎖超市舉行。現場除咗展出以精美禮盒包裝嘅椪柑之外，仲提供試食活動，俾民眾品嚐椪柑嘅美味。椪柑基本上它在台灣呢，是我們台中的驕傲。對，因為它的年產量的部分有25000多公噸。對，那我們長期呢，就是跟產區的農會有攜手合作，然後把這一份來自台中的美味推廣到國際市場。我們希望呢，接下來我們能夠把我們台中另外一個優質的農產茂谷柑的部分呢，也能夠推廣給北美、加拿大市場這邊的民眾來享用。椪柑主要出口國為東南亞國家，今次外銷到北美市場有82公噸。達到總外銷量嘅1/5。除咗溫哥華之外，今年仲將會推廣到安省周邊地區同華人以外嘅市場。但是呢，這一次的北美市場的推銷量是它的1/5，就是這是第一次的嘗試哦。我們台加之間最近幾年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除了在科技、在綠能等方面有合作的前景之外，我們希望在農產品方面也能夠加緊進行。卑斯省府琴日宣布，面對美國開徵關稅威脅之下，特別成立專責小組，確保糧食供應同有關經濟增長。而今次同台灣市場合作，就係促進農產品貿易嘅良好開端。劉立恩都話，希望未來卑斯省嘅藍莓、蘋果等水果開出口到台灣。新時代電視周俊文報導。